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你好调啊！这个所在就是我好朋友住的厝。恁敢知今仔日来这要创啥？摕宝藏。摕宝藏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哦。啊，毋过摕宝藏台语也足好的，恁台语好无？好。好，真大声，安尼我老拜托我的好朋友石门神紧开门哦，石门神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打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队长、小朋友，我要问恁3月红妈祖，恁敢有听过？小朋友，恁敢有去庙里拜拜过？安尼石门神要来问恁，恁去庙里拜拜的时阵，敢有拄到啥物趣味的代志？就是有足侪人咧跋杯，甲身边讲家己的愿望，嘛有看到边仔有人咧搬布袋戏。哦，我有看到有人咧烧金纸，啊庙口有人咧买李仔签，搁有迄拍烟枪。有人咧放炮啊，嘛有人咧龙甲龙狮。人狮哦。我有看到八甲将，搁有人摕香咧拜拜。哦，顶头。安尼哦，大家对这个庙口都非常的了解，大家嘛讲甲写写叫，摕到宝藏绝对无问题。今嘛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青岛我上高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这位吼，就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就是现形啦。你看有缘投无？无。现形，什么代志？你比这是什么意思？添悠悠啦，听添悠悠，你看，咱刚刚拜金蕉呢，无别项哦。我知影，来，这排几排？添悠悠，等下要去传啦。来，传一挂。啊，你摕我家己的钱来添我悠悠啊？赶快意思啦！你两个相拥啦！啊，你啊去。我感觉即摆小朋友拢足有礼貌的啊，先讲好，袂歹。啊，头先有人讲现神无缘投是倒一位？就是我。就是你哦。你看起来，足水的。五官足水的。外国人。是外国人哦。啊，台语讲甲遮好。你是爸爸妈妈是有伫倒位国家？国家来的吗？是妈妈爸爸？爸爸，南非、英国、荷兰、德国。南非、英国、荷兰、德国。不过伊生做真无感觉真水吼。足水，啊，其他小朋友嘛真古水。是啊，真古水。哦，啊，台语拢讲甲遮好。啊，头先你有讲到拜拜，恁捌去拜拜过无？有。拢有哦。所以你通常拢会去拜啥？妈祖无？妈祖无哦。好，即摆就可能甲庙会拜拜有关系，对无？好，有信心无？有。好，来准备接招，评那个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咱头先有开讲到，咱的平日拢会去拜妈祖婆嘛。啊，其他的小朋友敢有去特别拜倒一尊神明？
土地公庙。土地公庙较常去拜土地公。对。雅流呢？嘛是土地公庙。嘛是土地公。啊，伊乐。嘛是土地公。哦，大家拢，因为大家拢土地公嘛，土地公。我无共款。啊，你无共？我拜元老求姻缘。哦，有啦，你有需要，你有需要。啊，嘛希望你紧找到，希望你紧找到。好，你睇大家对拜拜庙会，敢若拢有了解，即摆就要来甲恁考试啊！准备好未？好。林大家加油！好，较头前的吼，收头前啊，收头前啊！哎，真好，香对。哎，金纸。金纸对。哎呦，大家拢这个拜，拢知影穿啥吼？三尊。唔对，三层。阿姐。加油！香炉。香炉对，差一丝仔就对啊吼！加油！米酒对。来。香。唔对。加油，接无准。哎，接对。新礼。新礼对哦，真厉害哦，伊落真来哦，真牛。酒罐啊。对。好。哎。果子。哦，真有强。果子。哦，上我较准的，上我准哦。上我准了，甲伸起来，甲接起来。哦，对，就是安尼。饼。真熬就是饼。差一丝丝啊，上我较准的哦。好。低调，有当时嘛爱传低啊，祖先嘛爱用低来食哦。差一丝啊，上我准哦。唔好走伤紧，发粿。真熬哦，够强的啦，发粿也知。蜡烛，冇唔对，真厉害。冇接到，不要紧。菜碗。对，菜碗就是菜碗，相信你的直觉。李哥，哎呦，大佬拼音真好哦。杯对，杯。金锣对，厉害。米壳对，就是米壳。鲜花，你就亲像鲜花同款。鸡吧，真牛哦。哇，过关！真牛，所有的题目拢讲过。真少人通甲所有的题目拢讲过，互恁家己一个热破声。真厉害哦！家人来小朋友真厉害，咱看卖有倒位无讲到。哦，三层。咱有食三层肉嘛？三层就是爱三层上好食。足肥的。足肥的，还有大陆拼音迄个鱼，鱼。这就是咱的讲的酒杯啊，酒瓯啊。酒瓯，就是你滴水啊、滴酒的杯啊，就是酒瓯啊。哦，真正有够强的啦！17题的。拢总20题，你钓到17题，当摕到一个金卡扣，哦，够厉害啦！刷来第2关。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引来卡！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选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换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咱若庙会闹热吼，咱拢会搬戏予神明看。伫咧一开始搬戏的时阵，咱就会扮仙。扮仙就会迄糖啊，哦，咱所有的信众食，代表迄是平安糖。你通食平安，嘛代表神明对恁的一个祝福。身体健康。好，安尼即马就要来考恁第一个题目哦，听好清楚哦，请讲出宫庙甲庙会会出现的物件。宫庙甲庙会出现的物件。好来，开始准备接招，现来ka。姓名。对。金纸，哦对。香炉对。
会对，算你对。行李，行李哦，那你好。行李爱穿行李对。七牙八牙，啊对。规矩，规矩有，石狮啊，石狮，大西人啊，啊，厉害厉害。新豆，新豆，哎呦有哦。哎呦，你今日哪变强？你即摆才知。济公，济公有。讲一个厉害，你听。天公炉，天公炉，哎，对。顶头，顶头对。滑杯迄杯，头先我未讲着好。金锣，金锣，好，你算你对啦。咱真正是讲金炉啊，只啦。是无讲到金锣，啊对哦。因为拢是锣啊。拢是咯，好，啊，即摆来看卖啊，恁头先有倒位无讲到，好无？其实恁讲了真济咧，当机倒头吼，观众秀啊，头先是讲百家将嘛，百家将，还佫有观众秀，大神人啊有讲到，厉害，哇，拢总是16题啊，16哦，足侪题咧，恁遮足侪题，我压力足大，你知影？啊，这一直讲伊袂晓台语，啊，毋过台语就好，我台语真正足歹啦。啊，我爱牛姐是毋是？对。你若遮无情。哎呀，真是无情啊！你就是无情。对。好啦，你千万唔通甲伊共款无情哦，爱小扭一下哥哥的，好无？想看卖。想看卖，好。好，接落来要来考验的是讲出会词。会词哦，亲像火箭啊、火药啊，啊，还有啥？火啥？你讲火啥？我要甲你讲。我要甲你讲，好，想好哦，要开始哦。哦，啊，等下我还未想好。好，一、两、三，好，开始，行大家。火金菇。哎呦，有火哦。有会词哦。灰漆，火青。火警。火箭。好，换你啊。快小厝。袂歹哦。火烧厝就爱拍火车。拍火车哈。灰油，火药。火药。火炉。火炉。哦。放火。放火。哇，这个囡仔哦，这个囡仔真正是火车。灰小山，人厝已经烧去啊，你搁要甲山烧烧的？还有什么火？还有什么火？火词哦。火大。火大哎。我知影足火大的啦，毋是火烧厝，就是火山。花哪火？花哪火有哦。哇！好。火花。火花，伤慢啊！真正是火花。这大概是我表演了上好一届，啊，毋过嘛是输去啊。可能。你差不多。可能。你看我讲了火金菇。火金菇。烟火。金菇，烟火。火鸡吧。烟火。烟火。你讲火车，你无讲到火车头，你嘛无讲到火车头。因为我是地位之神，我爱较严格，我袂使一直讲同款的。恁两题拢赢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厉害！两个金箍箍，马上来进行上尾一关，赢来个。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雪雪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庙会闹热吼，哦，有一个顶头，大家看伊这个顶头就足欢喜，伊的龙骨，啊，佫有人狮，就是咱的人狮顶呐，敢捌看过？敢若无呢。安尼不要紧，今仔日就带恁来看，来，起来噶！逐摆讲到庙会，我就想到人狮。
今仔日咱来拜访顶港上出名的西镇。哇哦，看起来哦，真无简单哦。拢为伊的危险所在啦，我就是爬得高去哩。的中间呢，就是安尼，有人敢若甲我扫到往顶悬摔落来，我昏迷差不多有半点外钟。所以讲，我训练这狮仔，不管讲因爬悬，还是讲要跳远，拢特别注意因的安全。人狮伫庙会定定会看到，但是恁敢知影人狮的规矩倒一条才是对的呢？人狮是有伊的规矩伫哩的，其实你看人狮需要足好的体力，而且还爱长期的训练。啊，到底什么知识是正确的咧？白色是红记去。白色色讲你捌，你喙手好拍夹。这人狮哦，通常拢是生命快。啊，以前古早时代啊，拢是重男轻女，啊一寡宗教活动吼，查某人是袂当参加的。甲人狮共款，这是为以前流传甲即摆的规定。安尼恁知影无？所以一直流传到即马就对啊。对。哦，咁安尼咧，来，咱看卖红记记安怎讲？大家好，我是红记记，大家拢爱学台语哦。我甲恁讲啦，伫咧人狮的时阵吼，边仔的人绝对袂使忘这个狮仔的角，佮有伊的眼镜，因为呢，这项物件拢是咧摕来辟邪的，所以啊，你若甲忘，就会影响这个运气哦，安尼知无？哦，狮头有角甲眼镜是袂用的忘啊，恁感觉是啥？我感觉是红记记呢。为什么是红记记？因为就是讲，我嘛唔知呢，就是感觉伊讲的较有道理。一路你感觉？我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？偏稀咧。我感觉应该是红记记。是安怎是红记记？因为即马一定会使互查某的参加的。哦，查某囡仔嘛用参加。有啊，拄则就有一个啊。我头先伊拄则主要是你弄过。弄过。好来，安尼雅流你感觉？感觉嘛是红记记。红记记。为什么咧？因为伊人狮伊身躯顶拢会挂真侪物件，啊，阮无可能去甲伊卡着。哦，袂当去摸啦。对。还是？就是像你的衫安尼啦。对。哦。来，咱这是一个衫。张姐，今摆大家好淘汰，人狮尾互你趁机会。谢谢。哎，这狮啊有成啊。有成啊。有成，感觉是白色色请野手，感觉是红记记请野手。哎呦，好。所以恁决定要选的是红记记。咁安尼。所以恁决定要选的是红记记。红记记。咁安尼。啊，对啦。真正厉害啦！以早人狮啦，真正无毋对，查甫人较济。啊，毋过即摆无共款啊，咱即摆男女平权的时代啊，这个观念已经落伍啊。对面哪有搁伫遐重男轻女？所以吼，即摆甚至搁有查某的人狮队，规队拢是查某的，所以迄个观念我甲单调。好无？咱即摆来看后一题。训练好了后，起鼓要人啊哦！伫台湾有真侪场合会请狮镇来闹热，过年过节活动开幕，新店开张，需要好去调的闹热场，因就会出阵咯。狮仔哪会雄雄停落来？这哦，互我想到一句俗语：狮头若无人，狮尾袂叮当。恁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要紧，咱先听看卖，到底是啥物意思咧？足简单嘞，人狮吼人啊一半，狮头动点，啊狮尾哦无叮当，这代表有一句话，就是吼人咧做歹代志的时阵，身边的人无去甲伊阻止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了解。红记记安怎讲？我甲恁讲啦，
西头若无动，西尾袂顶当的意思呢，就是讲无风不起浪。所以呢，一件代志一定是有原因的哦，安尼知无？白谢谢讲的够道理，也是红记记。啊，你感觉？我感觉应该是红记记，哦，因为白谢谢讲的敢若足奇怪。足奇怪的。啊，伊落咧？我感觉是白谢谢。白谢谢。听起来确实是真的。啊，你紧给我一个答案，好吧？时间差不多啊。好，你想要选白谢谢请野手？讲我有可能是白谢谢。好，想要选红记记请野手？哇，红记记好啊，红记记。两票对两票。2票对2票。红记记。哦，拜托。有影？公平。你神殿无拜，我是要拜谁？好啦。拜。哦，你今年拜啊？你要选啥？我要选红记记。所以恁全部的人确定要选啥？红记记。哦。干嘛呢？对啦，另外一句话也是同款意思，叫做“树尾无风袂摇”，所以就亲像头先我是安那的人师，原因伫倒，就是伊叫我人的嘛，叫你人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安尼啊。我是讲，迄个师干那你，唔是叫你人师，我无甲你。是你家己想要人啦。你讲的我拢对，你想要表演啊？我真正讲袂赢伊。即马我来讲下恁对对，两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3个金箍箍拢互恁摕到满啊，啊毋过嘛是有可能摕袂到宝藏哦，现来噶。哎呦，3摆的机会哦。看恁是要选哦土地公、上帝公，还是虎爷，还是妈祖婆？妈祖婆，不是啦，不是吗？歹势，我已经袂记了，我像乱去，规拢乱去，哦是动物啦。动物。你是挑工骗冤的吧？唔是啦，我哪敢挑工？啊，你要选倒一个动物？我感觉会选鸡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这个看起来，甲因三个拢无共款。色水无共啦。色水伊褪色，啥褪色你知影？因为伤侪人饲啊。对，所以一定是一个。哎，拢无对。对吧？伊定咧饲嘛？啊，那拢无，伊第一个选的拢就好。啊，拢无。你一定挑咱甲我骗掉。无你试看卖啊？好无？一个金箍箍，有3个机会，先用一个看卖。先做好，好，轻轻拿好。请起来。哦，哇！那就好了，这么紧的咧，你的本事了真好，颁奖。会当得到古水稻片组，哇那这准啊！厉害！我藏宝藏的迄个想法拢叫伊又套套。又较准。你伤巧啊啦！啊，佮头前无甲你骗着，哦，顶头是台湾小姐哦。嘿，台湾小姐个迄猫咪哦。真敖的夜市的小姐，拢互恁摕咧手啊，等于好啊斗者，好啊算者。今仔日有这个礼物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后